唔同你玩情緒，我唔同你嬲，反正係自己嘅純粹係代價。而家局勢行到呢一步，我覺得最應該問嘅唔係特朗普下一次而係特朗普仲有冇招數可以出？一個將關稅升到145%，將合作全部到線，將外交做到最盡，仲日日講緊咁強硬嘅嘢嘅人，佢想點樣無痛落台咧？佢可唔可以冇任何嘅報情況下，又相信到對方唔睇淡佢？佢有冇本錢又開得電視，又或者拉多朋友入局咧？可能佢而家可以做到嘅就係拖，用模糊嘅講法去觀察嘅空間，用良好對話呢幾個字嚟填補戰略嘅空白，用一個工作組假扮已經有解決嘅方案。佢最希望嘅係打人，而係拖到對方人先開口。但係中國心思實在根本就唔得，越係唔得嚟特朗普，我哋越係被動，越係被動，佢哋越嚟越大聲，佢越嚟越大聲就到特朗普夠。但係啲聲音同佢真正掌握嘅權力，佢就唔見唔正嘅。而成場戲最吊詭嘅地方就係特朗普仲想做主角，但係國際舞台已經開始轉變咗啦。唔少嘅國際觀察員已經睇得到，中美貿易戰唔再係兩個經濟體之間嘅衝突，而係兩種統治之間嘅選擇。一邊係靠聲勢推動，靠壓力換來和平；一邊係靠反打反殺嚟慢慢最終比你想象更加落。而當台戲演到最後，唔係睇邊個講嘢最多，做嘅姿勢最多，而係邊個企得最穩，冧啊！而家我哋回望翻成件事開端，由特朗普第一句開始話要對中國加徵關稅開始，去到今日講對話智能危機公民黨開始話要停，短短幾個禮拜時間之內，美國由主動出招變成揾方法收貨，從話要掌握節奏變成被迫應對變化。而中國就喺呢個過程入邊啦，我哋好大聲，冇關係，冇話唔睇，但係每一步我哋都行得好穩陣，睇得好遠。呢場仗去到而家結果慢慢浮現緊，唔需要睇邊個講得大聲㗎，睇下邊個喺未來受苦啲，邊個可以穩住局勢先係真正嘅贏家。而特朗普所謂嘅良好對話，到頭嚟可能只不過係自己同自己嘅對話，自己嘅外表同自己嘅內心對話。嗰啲咧，你自己有藉口嘅咧，就係最後一個唔係為例。但係問題係佢就好似你話美國咁樣關係，當然有，但係要付出代價。你話中國會唔會俾面咧？咁就睇下你原本講緊你嘅報告啊，講緊嘅神話啦。而家唔係睇邊個撐到最硬啊，而係邊個最快醒。可惜特朗普好似未醒㗎嘛。嗱，咁你哋又點睇咧？你覺得特朗普